每年的暑假是百货业者销售的旺季，位伫台南西门路甲中山路2间百货公司，对7月10号到8月14期间，推出卡友较厉害的活动。今年甲10大指定银行合作，推出消费满1万以上，就享有4到6%的卡友点数的回馈，相关回馈7%。不管是包包、彩妆，或者是保养品、电器等，超悬的回馈会用来调整国外汇率差别。持星光3月贵宾卡搭配指定银行信用卡，单卡刷满1万以上，独享4%、5%、6%回馈。使用 SKM Pay 绑定10大指定银行信用卡，消费任意单笔达3000元以上，再加码1%，最高回馈7%。再加上新天地首4日以及台南中山店首7日天天加码，超有感回馈比出国还划算。随着暑假到来，还想不到要去哪里玩吗？台南新天地与台南中山店推出6大主题活动，包括大小朋友都爱的玩心乐满地乐高快闪店。化石博览会则分别于在台南新天地有陆地主题的角头来了，以及中山店有一个海中霸王特展。那还有一个是韩国的超人气 IP 艾斯乐小兔快闪店，还有小孩放电最佳去处萌萌猪星际探险闯关气垫主题乐园，以及人人森林幼儿园合作举办的师生联合画展，都是暑假都不可错过的活动。除了超悬的回馈，另外还有6大专门店的联合庆祝的活动，以及卖出的新规，甲伫暑假6大主题的活动。有大小朋友喜欢的乐高快闪店、花车博物馆，甲伫韩国人气的 IP 美式粉红俱乐部、爱丽丝小兔的快闪店等，希望会用来打造今年热天上热闹、适合家庭出游消费的好选择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